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漢諾榮。Style 呢隻39mm 嘅904L 鋼呢，今日啱啱翻貨。好多上嚟我哋鋪頭睇錶嘅錶迷呢，都會讚呢隻錶係一款最高性價比嘅 Style 腕錶，因為呢款錶係用緊904L 鋼。904L 鋼材呢係一種高合金嘅不鏽鋼鋼材，佢嘅耐腐蝕程度係比一般鋼材高。而且光澤度呢都好高，離遠望上去呢已經覺得成隻錶係好亮麗。手錶直徑係39mm，做咗個陶瓷嘅計時外圈，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防水深度有300米，係旋入式錶冠。整隻錶嘅錶殼同埋錶帶都做咗好亮麗嘅拋光打磨，採用緊一個實心鋼嘅安全保險錶扣，係用咗好硬淨嘅後橋。而喺後橋位置都刻有904L 嘅字樣，而佢嘅機芯就係採用緊瑞士製造嘅高階版 SW200 自動機械機芯，可以手上鏈或者自動上鏈。由呢個透視底呢，都會見到佢做得好靚嘅高級打磨。錶面上面嘅時針、分針、時錶同埋外圈嘅刻度都做咗個瑞士級數嘅夜光。Style 呢隻瑞士機芯瑞士製造 39mm 904L 鋼，而家我哋都做緊個超筍價，7000零蚊就可以買到。有興趣錶迷歡迎上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